三军总病院进前有收治一个32岁印尼籍查甫看护工，来台湾6年期间拢无转去过。经过检查，发现讲伊去感染到汉生病，也就是咱民间所讲的胎膏病，引起这手甲骹开始伫咧烂，胃肠出血，落要急救也是救无转来。医生认为讲，真有可能是来台湾进前就去感染到啊。 这32岁印尼籍女性看护工被送到病院时，司机皮肤已经严重烂起，骨头去掉。个案发病进前，捌出现一阵关节痛痛，杨过毋捌去看医生看，后来病况恶化，转诊到医学中心。经检测才发现，原来个案是得到汉生病合并罗氏现象的罕见案例。赶紧手术治疗，也是因为胃肠道出血者其他并发症，断医将近2个月，也是不治死亡。 初步的话，判断说它可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造成的一些血栓的一个情况。那后来有找皮肤科跟外科介入之后，然后共同一起努力的话，在它一些发病的一个组织的地方去取得这个检体。医疗团队讲，汉生病是麻风分岐杆菌引起的传染病，将近10年来，台湾每年新增加个案大约是10例到15例，大部分是东南亚地区境外移入。 主要是侵犯皮肤的黏膜周边的背神经，所以讲皮肤有红色也是白色的斑地。若是严重司机的烂起，这个病稳重期达到20年，因为个案来台湾6年毋捌转去，医师怀疑这个案来台湾进前就已经胃着，而且个案也合并罗氏现象，也就是过敏反应引起排斥性肺梗炎，才造成伊的病情快速来恶化。 合并罗氏现象的话，大概会很严重的这种血栓啊、血管发炎的情况，所以进展非常的快速啦。那如果说没办法早期再发现，然后给一些适当的处理的话，大概就会很严重了，就会致命。医师提醒民众，若是有登记去东南亚旅游，也是讲当地移入的民众，出现无正常皮肤的症状时，千万唔通疏忽一寡罕见的疾病，像汉生病，请赶紧到大病院做详细检查，以免延误这个病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